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台湾各地甲外岛是侪云甲好天，过到南部甲大台北地区会有西北风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台湾各地偏乌、金门、马祖是侪云甲好天，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短暂雨。过到南部甲大台北地区会落西北风。也若山区有部分地区有可能会上大雨，民众若是出门，都要会记得早雨伞甲雨帽。那气温的方面，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，其中台东县是柑仔色的灯号，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，尤其是拜三风台瓦近会透东风，那若闪风平迄时，也就是桃园到彰化，可能会有火烧风的情形，气温会到37度以上，民众若是出门，都要注意风拍，水都要加啉寡。另外，受到风台苏拉外围环流的影响。为明仔载早起开始，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平均风会加悬到7级至8级，上大阵风有加10级。若是有出海的民众，都要特别注意。